享受你所创造的一切。感谢你差遣你的圣囝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来救赎阮，以献上伊的性命来替代阮一切的罪，救赎阮伫咧黑暗的中间进入光明的内面。感谢上帝，你差遣圣神来引带阮，互阮伫咧生活的中间会当认捌你，通过你真理的话，会当互阮搁较认捌、遵探你的旨意。主啊，阮知影，阮的生活若无你，阮实在袂活过去。毋管阮的生活中，阮会拄着什物款的挑战，会拄着什物款的艰难，有拄着什物款的痛苦、死失，甚至失败、挫折，总是主，阮要仰望你，因为你真做阮的上帝，你真做阮的帮赞，你真做阮的拯救。主，阮即时也要少念，袂当甲阮三甲自责的兄弟，无论伊是伫咧厝内、厝外，甚至伫咧病痛当中，伫遐伊会当悠然来仰望你，因为你是阮的避难所，你安慰阮，你用你的话来帮助阮，毋免阮往东、往西、往南、往北。主啊，你永远是阮的教师，你引带阮头前的路站，赏赐阮一切快乐，赏赐阮智慧聪明，赏赐阮会当伫你的内面有平安有喜乐。主，阮感谢你，主，阮将今仔日的时间，今仔日是得胜者的主日。主啊，你看重阮的下一代，阮的青少年。你意爱阮的青少年会当互你得到，会当来认捌救恩，认捌真理，互因行伫咧正直的道路。求你来帮助，通过得胜者的主日，互阮知影，主啊，即世代的青年是你注意的，即世代的青少年是你看重的。求你来帮助我阻着长老的嘴。帮助阮，就会拍开阮的耳孔，互阮会当听见你要对阮讲的话。求你来充满信心，充满伫阮每一个兄弟的中间，信心来引带阮，帮助阮，互阮会当搁再定心来思考青少年的重要。青少年是阮教会未来的中流砥柱。主啊，求你来帮助阮，会当搁较一摆来看重青少年的事工。阮将下面的时间来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来帮助阮，信心也来充满伫阮每一个人的中间。若有需要的人，主啊，你对伊讲话。主啊，感谢你，我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三脚来读圣经，圣经记载伫咧箴言4章23节。以及23章26节，伫咧和合版的圣经是伫咧772页，以及786页。现代台语版的圣经伫咧1218页，1218页，以及1232。等一下，是52页哈，1252页。你若现着我来读。箴言4章23节记载安尼讲：着真来保守你的心，因为心是生命的根源。23章26节，我的囝，着将你的心交托我，目睭着注意看我的道路。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话搁去行的人。即时来献诗，得胜者团契要献诗的歌是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
即时咱要请组长长老来正道，要正道的题目是我的囝，就将你的心献给我。亲爱在场的兄弟姊妹，甲线顶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也未分享今仔日信息以前，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你呼召阮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阮通过今仔日敬拜和服侍，求你感纳。总是阮过去所做一切无合你的心意的，求主你的赦免阮。也想使阮有智慧甲气力，知影你的道路，知影你的话的本质。好，阮以后所行的拢是合你的心意，得到你的欢喜。我要将今仔日下面的时间完全对头，完全交托你的手手。求主你的神甲我三级地咧，也保守阮每一个人心思意念，互阮内面的摒空家己，互你的灵来充满阮，互你的话来灌压伫阮的内面，互阮一世人拢会跟对你的话来行，互阮有信心，伫即个拄着这困难的中间，拢会坚持到底。阮将下面时间啊，所有兄弟姊妹拢交托你的圣手，祝福阮的聚会，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大家平安。今仔日要分享的信息是这个宇宙中上重要的一句话，也是我的囝将你的心来归我。总是师父再去甲我讲，阮今仔日节目真多哦，你今仔讲可能20分钟尔，不要紧，嘛免惊。我的泡泡的内面吼资料拢有啦，咱转去慢慢来看。我会写文章伫咱的直播顶面，大家再慢慢来读，因为这真复杂，也是真重要的问题啦。我先讲这个题目是安怎，我先用这个题目来分享的。头一个讲我的囝，你也知影讲，这个宇宙中唯一啊，上帝创造万物内面，敢若称呼人或者我的囝，是安怎呢？伊创造你，你是对伊来的，伊是你的源头，你袂当离开伊。你若离开伊，你的生命就无价值。所以这句话是真要紧的话。伊创造万物中间有山有海有水有树木，有动物，无一个是照伊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上帝看咱真要紧，真重要。我较早伫地检署咧验尸的时阵哦，真侪学生真优秀哦，要考试考无第一名，怎来自杀呢？这就对伊的生命的价值无了解。上帝创造你，伊看你伊的囝，伊的宝贝，所以上帝将伊的生命要予你，要予你做一个完全的人，这是上帝的心意啊！所以这内面讲的头一项就讲，你爱将你的心归乎我。咱的选举要到啊，真侪这个口号内面就讲，我用心来服务啊。百姓需要都是我的心内所少年的，这拢真好。这是知影讲。你心要受啥货？总是呢，你要心要归向倒位吼，无了解。你甲看这个佛教，佛教来讲吼，你的心要放落。你若要学这个道吼，你的心要放落，把心放下。放下要放伫哪？唔知啊。所以这吼无方向。这个回教来讲，咱心要正直，上来欺负我吼，我都甲拍倒转去。回教徒吼，所以永远伫这仇恨的中间啦，怨恨的中间。袂平安，因为伊的心吼讲要正直，总是咧标准伫倒，毋知。道教就讲吼，咱的心爱清净，莫互即个世间吼遮有限，所以咱安尼吼，才会修道真最先。你心要清净，啥人个标准？安怎清净？讲来山哦，修炼对人好，来行好，总是咧标准伫倒无啊？所以拢是空的啦。敢若咱基督教内面唯一讲的哦，就上帝甲你启示的，就讲你的心爱归乎上帝，因为你对遐来嘛，伊的灵互你有灵魂，所以你的灵魂是对伊遐来，所以你爱归乎伊，安尼你才会满足。这个道理我觉真重要呢。一个宇宙中吼，上帝唯一创造咱人吼的目的吼，就爱你了解上帝的心意啦，伊的心意。伫伊讲的话内面已经甲你讲啊，我记得吼，真侪年以前哦，迄个教育局有一个公文互我，讲即个因为高中吼有办一个所谓全县的全市内面的奋斗主任有一个训练营，
啊，你去爱甲讲，要讲啥？讲即个学生的休假的权利啊，甲老师的处罚的权利吼，中间的关系，要叫我讲即个题目啊。啊，我去讲的中间吼，我一个老师问一个训导主任来问我的问题啊，我请问教授吼。啊！我打即落要处罚这囡仔吼，啊，看会当免互告啊袂啦？有即个办法也无啦？我来问伊哦，我讲啊，恁兜的锁匙吼，若拍袂开的时阵，你要安怎？伊讲拍袂开吼，就举一支锁匙吼，用即个锁头吼拍开，啊，伊就开啊，安尼。我讲这重点是啥货？哦，你要了解伊的心啊。教育吼，毋是用拍的，嘛毋是用骂啦。无一个囡仔讲互骂互拍吼，变乖，无可能变歹，愈歹啦。要做互你看，要甲你对着安尼。所以吼，这你爱了解伊的心啊。啊，这德胜者今仔日主日，德胜者团契吼，因所做的工作，就是要了解学生的心。伊进入这个学校了以后吼，对这囡仔做这个生命的教育，真重要呢。伫这个学生的中间吼，伊后摆变好变歹，在这个休假的中间呐。所以做老师吼。毋是干那嘴咧讲尔，爱有一个好的模样，互伊言行一致。所以呢，这老师吼，都爱改因的作业，爱了解因的心，他们咧想啥，这真要紧。啊，伊这个学生有讲出来的话吼，你爱听有哦。啊，伊若无讲出来，心内咧想的吼，你嘛爱知，了解他的心咯，这真要紧。我定来咧处理这个婚姻中间的问题吼，真侪翁仔某吼。拢讲，伊讲的吼，定来咧讲啰啰嗦嗦，我就无爱听。我讲伊无讲出来话，你爱声，你爱知哦，伊的心声你爱知。上帝嘛共款，上帝有伊心声，有伊心意哦。伊若是无讲出来，你嘛爱了解，安尼才认捌伊啦。所以你读圣经哦，读讲，毋是这字顶原的，人背后的上帝意思是倒，伊本质倒，你爱了解，你爱知。所以是安怎，大家爱分享，互相交托，是安怎呢？就是爱知到上帝无讲出来话，你也知哦，因为迄是条路，这我真要紧。所以今仔日我要讲的哦，跳太快了啊！第二个 ，Hello， 第二个哈，心是一切生命的根源啊！这大家拢嘛知，所有的宗教嘛是知，迄囡仔出世嘛知，讲心要紧啦。这个心毋是讲这个，咱的医学中间讲迄个心脏啦，圣经内面讲迄个心吼，有时咧讲的迄个灵啦。心跟灵的关系，你看袂到呀，肉体看会到，上帝甲你用土，甲你做一个人，照伊的形象所创造的，这个体啊是暂时啊。那每一个人的生命拢无共，有长有短啦。啊，所以每一天吼，你甲上帝爱亲近爱知哦，上帝要互你伫地上代表伊啦，彰显他的荣耀。你伫地上，就代表伊伫天顶的上帝的形象，所以要对伊负责咧。因为讲你现在咧地上的吼，你想啥，你讲啥哦，代表你家己啊，毋是你代表上帝啊，因为你是个囝，所以你要代表伊啊。啊，第二个，上帝创造你的目的是啥？你爱领受伊所讲出来的话，要了解伊的心啦。你要了解上帝的心意啊，你要了解哦。所以咪讲凊彩，我每一日安尼过哦。日头就出来，我来开始做工。啊，巴肚枵就好食，食了忝啊，我困，先啊，我来咧困。啊，一日咧过哦，你的生命真有限。你敢知影？你今日坐伫遮，明仔载要去倒？毋知哦。所以把握每一日要创啥？上帝交托你什么代志，你要去做哦。无你无机会啊。人来一死吼，拜拜，拢无啊。所以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吼是暂时的啦，无可能永久的。啊，总是上帝嘛，互你一个灵魂。伊分一口气伫迄个内面，在你鼻孔里面，这就是灵魂。这个灵魂是看袂到的哦，啊，总是永远存在的。较早我咧验尸时阵吼，这个人安尼倒伫遐，啊，若无身躯也无外伤，拢好势好势啊。啊，甲叫袂应是安怎？无灵魂，灵魂已经出去啊。所以你灵魂吼，在支配你的规世人的你的生活、你的生命。所以讲一切根源就伫你的心啊。心是啥？你的灵魂啊。啊，你灵魂要去倒位才会满足。在上帝灵甲你充满，你才会满足。你讲我咧下性命咧，追求的都是在乎名声，为了囝儿。你看迄拜拜人拢求这个，讲我咧拜拜吼，囡仔免读册嘛，得第一名、第一等啊，啊嘛，大家拢讲的，哪有可能？啊，你求迄拢无效嘛，迄空啊！啊，囡仔若读册愈好吼，愈无有效咧。你互伊钱愈多吼，
伊愈败坏。所以咱毋免讲孝顺，讲这囡仔有偌优秀啊，去拜庙拜吼，迄是拜拜人才孝顺才会。咱基督徒毋是，你的灵魂安怎满足？今日毋是食好饭诶，怎啊咧满足？毋是呢，你灵魂爱上帝话甲你充满。人咧枵吼，毋是无物件食，物件我诚多咧，是无上帝话啦。啊，人喙焦毋是无水呢，是无上帝话伫咧内面才喙焦。所以这个要紧哦。人的灵甲上帝灵要合做伙，这个叫做啥？个相对互存性。这吼，我要讲国语的时阵才较好讲。上帝创造任何物件吼，拢一个相对的，爱与被爱。你爱别人啊，嘛需要别人甲爱你，伊迄互相对存。所以人吼甲人的中间吼，无可能独立的啦，伊一定爱人甲人的互动。上帝甲你的中间嘛是共款。上帝甲你创造，照伊上来创造，伊毋茫讲，我咧讲的话你爱听有，我的心你爱主导，你爱知影。你若拢毋知吼，你表示你拢毋捌我，你活咧你家己的世界中间啊，迄你的死吼，就归于乌有无遐，你的生命就是安尼。所以这是存在，啊个啥？甲虚无无啊，虚无。较早咱读册老师咧讲啊，讲咱的生命吼，对出世到死亡安尼念念，迄毋对咧。还有个永恒的生命啊！还永恒的生命要安怎突破时间甲空间的限制？这就是靠上帝话、上帝智慧。耶稣讲：我道路，我生命，我是真理啊！你若无通过我吼，无在了去上帝啊！意思是讲你无活命啦，没有永恒的，没有永活，永远的活命你无啊！安尼，干那这条路尔。所以这是重点啦吼。所以咱人吼，灵甲上帝灵来结做伙合一啊！圣灵所赐合一的心，就讲你的心甲伊的心啊连做伙吼，你的人生才有价值。所以这真要紧啦吼。我当然简单讲，时间到没？还没有哈。我来简单讲，我紧张了。来下一个，这个生命存在的功能是啥？吼，你要了解吼。上帝甲你创造吼，伫你的生命中有两个物件。头一个物件是甲上帝存在意识，是啥物意思呢？你的生命中间吼，你爱对上帝的话、上帝的脚步咧行，啊，上帝就看无啊，总是耶稣基督已经来啊，伊就是你的标准啦。伊所讲的话、所做的伊的个性，你都爱学伊啦，安尼啊，这个就是标准的模范啦。啊，第二样呢，自我存在意识，这啥？就讲你活伫这世间，你有需要啥？爱食饭啊，爱休困啊，爱做工课啊。这是自我存在的意识，跟人中间的交汇，这是自我存在意识。这两项要平衡呢，总是有一个优先次序。你的优先的次序是啥？就你甲上帝的关系要先建立。你心内所想的上帝话啊，伊的标准啊。昨吼，我咧聚会中间有一个长老伊咧讲，我咧感觉人生上困难的咯，就12个路口啊。这12路口吼，要叫我来选择吼，我真困难。所有代志吼，拢我都徛伫这12路口，要安怎选择倒一个才是好？我讲干那一个标准，上帝安怎讲，你就安怎做，这就是你的标准。阮较早伫法学院，因为我学法律的，啊，法律的老师拢我讲哦，你做什么事情，你无论做啥代志，凡事拢要有一个原则，有一个原则啦，无你乱糟糟啦，啊，你行唔着路去啊。基本原则，比方说诚信原则、公平正义原则，这是原则啊。啊，上帝讲法度啦、法则啊，这是上帝咧圣经咧讲的啦。这是上帝做代志为伊的法则，伊的法则啊，你要了解这个法则是啥？啊，你做代志吼，特别伫12个路口，唔知要行倒一步，未来安怎唔知？上帝甲你指示的路啊。所以这样吼，就是讲吼，你有一个自我存在意识，总是优先次序是。对神存在的意思，啊，咱定来袂记哩哦。就讲我来天一个光咯，我就安尼拍拼做头路，做工作。啊，来礼拜日呢，我就乖乖啊坐伫啊。啊，有奉献咯，我拢有奉献啊。啊，上帝开拢无我祝福。你次序有没有弄对？你数敢对？对神存在意识是优先，啊，对己存在意识是次要。啊，咱定然后颠倒摆。所以呢，定咧讲，这个教会奉献哦，这次要啊，总是我拍拼啊咧趁钱哦，这才有亏力来奉献啊。这你俩做上帝敢爱你的钱啊？无啊，他要你的心归我，伊爱你的心啊。
这真要紧啦吼。所以这吼，咱来讲吼，以神为本啊，这拄则讲啊。第三项就是讲暂时甲永恒，你爱看清楚哦。你肉体的存活，这是种暂时的啦。当时要死唔知啊，拄则师傅讲啊，譬如已经去啊，是吧？我讲艰苦啊要死，对吧？我讲是啊，40几岁就过啊，这是无多，因为这生命唔是你家己来主张啊。对老母啊，到出世嘛，唔是你决定的。啊，上帝甲你安排伫这个世间，啊，总是有个目的啊。你是天顶的代表，你伫地上爱活得跟同款，活得像神一样。啊，总是人对了啊，因为有罪的存在。来下一个，罪的存在吼，互你过去失去迄个功能啊，因为安那败坏啊，这败坏啊，这内面我用一个名词，这个神学的名词，或者堕落劣根性。心内知影这袂使做的，啊偏偏去做；啊心内知影讲这袂使做的，偏偏去做。啊这个好啊，啊你做袂到，是安怎来呢？堕落了劣根性，就是啥呢？就是因为罪在内面啊。亚当夏娃，上帝创造伊时阵是人类的代表啊，因为有亚当夏娃才有人类的存在。你的祖先就是亚当夏娃啊，亚当夏娃因悖逆，无爱听上帝的话啊，啊要听迄个魔鬼的引诱啊，所以呢心内面有私欲，有这个私欲要比上帝较有智慧哦，所以吼伊背离了神，离开上帝，所以活在自我存在意识内面呐。亚当夏娃想讲我比上帝较巧咧。安尼，上帝是爱你内面有伊的生命，照伊的生命标准，你才知影是非善恶啊。啊，你若照你家己的是非善恶，永远唔对啊。啊，所以人就对路，就安尼行唔对啊。啊，咱是伊对伊啊吼，这个系统在啊，所以咱人吼内面有产生啥自我分裂个性，什么叫做自我分裂？你所想的，甲你所做的吼无共啦。咱定来要想好，安尼做歹安尼。我逐日嘛来悔改，讲哎，人人唔好咧，咱做迄个代志做了唔对，去得罪着人啊。哦，啊，行迄步棋啊，行唔对去，都害着家己，安尼定咧悔改哦，安尼，啊你有的人讲哦，啊有的人袂晓讲哦，做唔对也唔知咯。啊，上帝路尾甲你算啊，讲你做唔对，你唔知无？我唔知，无法察觉哦，安尼，你戆人，你爱察觉，每一日爱三思，我说对啊对啊唔对，安尼有效咧圣经教育，圣经的教示也无。这尽量重要，你毋通想讲，一个爬起来吼，面洗洗，嘴洗洗，来上班。啊，想讲上帝话，迄句话是话要经过我什么代志，我都也爱悔改，这话真要紧。第三个，自我肯定要放纵你的自由啊！自我肯定、自我肯定吼，这是即摆社会上大的问题，就出伫遮啦。了做伊就是神的上高，伊决定一切拢是对啊！啊，恁遮讲的拢唔对，歹参考啊！这就是这个问题啊！是咱人都感觉讲，伊存在是要紧，别人存在拢无准绳，就是自我肯定。这心理学就是教你个遮，你爱肯定，你就爱决定一切，你就是头，安尼，都免上帝啊，免悔改认罪啊，免耶稣救赎。这社会才安尼分裂，才会败坏啊！这个败坏就内面就想讲，我想的，我做的都一切啊，我就是上帝，就是人的罪啊。这个罪呢，你把了以后，死就问对来啊，死就进入这世界，死就是一种力，把你捆绑掉啊，用死来结束你的生命啊。所以大家听了讲死吼，错啊！我当系啊，我认为要死啊，我要倒位，我要倒位。我讲我较早咧验尸阵吼，迄若真安详咧困的迄吼，90%拢基督徒，人家一知影要出路要倒，要上帝身躯边。啊，若迄真惊遐一个面咧凹凸凸的迄吼，黑暗的迄吼，迄就是讲无信主的人，毋知要去倒位，在阴间徘徊，这就是这种人啦。所以信仰较有重要无？你咪是讲啊，信仰啊，囡仔吼无咧管伊，伊若要信就信，无爱信就因兜的代志，袂使。伊的生死就是决定伊的信仰啊。上帝要决定伊啊，要审判伊啦，哦，这样子。好来，下一个 ，OK， 永远的救赎，这是最专机啊。上帝伊个囝安尼对落败坏、陷害、小台，上帝的心吼真心悲伤，所以上帝要来一个救赎。安怎救赎？就伊的囝，找伊的囝来到世间，从永恒界到暂时界来哦。上帝来到这个中间，处理一个肉体
啊，这肉体因为人是肉体中犯罪啊，所以在肉体中将你的罪解决掉，所以伫十字架顶是为你死了。咪想讲，这十字架顶拢是罪人，唔知怎样定？耶稣无罪，啊，这罪倒来是恁的罪啊，恁所犯的罪，耶稣是为了你死哦。这个死是甲你挽回。啊，上帝因为你犯罪，上帝生气，啊，总是耶稣基督为了你死吼，伊才有法度互上帝生气啊。平时，所以你爱注意吼，耶稣基督的死吼，才重要。十字架，所有宗教内面只有基督徒内面有十字架啊，因为耶稣是咱的救主，绝对无袂记哩。真侪新的宗教来讲，咱学耶稣的好的款式就好啊，这绝对唔对啊！耶稣好的款式，你迄个孔子伊嘛有好的款式，咱来学伊就好啊。至圣先师，咱学伊就好啊。唔是哦，耶稣为你死，你爱悔改。爱认罪，伊的血毋是白白要流的，伊的血是要救你啊！你也知吼，这个三垃圾吼，用三文洗洗就好啊。灵魂的罪吼，咱人若犯罪吼，毋是讲肉体的犯罪哦，他是全人犯罪，伊的灵魂嘛是罪哦。啊，这罪垃圾一定要耶稣的血才有法来甲你洗啊，毋是耶稣的血，你绝对袂使洗清。所以靠耶稣，是安怎讲？咱来传福音互人。对于死亡中个救回来啊，甲挽回啊，因为咱人唔知哦，家己哦会罪啊，这个罪吼是你灵魂的内面呢，啊，这个罪一定要靠耶稣的血才有透洗，即敢若这个有头都透，若无吼无材料，你个偌济功德，偌济奉献，拢无路用。上帝毋是看迄，上帝看你的心有悔改无，有冇悔改的心，所以完了真要紧啊，哦，所以呢，耶稣的十字架对咱讲是一个荣耀。荣光的记号啦，若无通过这世界吼，你无救啊！安尼，这真重要。我即摆甲你讲一个这个原理啦吼。耶稣降世为咱死，这个死是对所有人类的救赎。总是这个救赎，只有信耶稣的人才有得到这个果效果啊！毋是所有人拢会当得救啊！那安尼耶稣免来，上帝讲一句话，你逐个罪拢下面啦，当。耶稣那就来遐辛苦，来遮为你受苦，为你死吼。敢若伫基督内面才当得救啦。伊是一般性的、统一性的，为所有的人来死啊。下面你来原罪啊！啊，总是这毋是拢解读哦，只有伫基督的内面，信耶稣的人内面，才会当解除。因为果效存在在信耶稣的人手上，所以信用才重要呢。你若无甲伊连线，时阵就无可能得救。好，第二个部分来，这个部分要个要紧啊！来，圣灵重生人顶头生，然后呢，好所有罪人悔改认罪，这叫做对应性啊。然后第三呢，引带人明白这个真理，了解上帝的心啊。然后呢，带领人进入基督，成做一个新的人，得到永远的活命。这个部分是个别性的得救哦。拄则讲耶稣基督来是对全部的人是着恩典，啊，总是你要接受伊，你爱信耶稣基督的人，才会当得到这个效果，得救的效果，解除你的罪。总是呢，你要得到新的生命，爱靠信心。信心是对个别性的引导，个别性，每一个人无共，上帝通过信心甲你引带拢无共。有人对着这真苦难中间。啊，有的人啊，一切拢平顺啊，对安尼信主咧，我嘛信主安尼。啊，这个差别在倒位呢？是上帝引带无共啦。上帝是完全的上帝，所以伊爱创造的人吼，毋茫讲你完全。总是这个完全爱经过试炼，所以每一个人吼，拢会拄着苦难的。毋是讲信耶稣了以后，一切拢平安咯，都进入天国安尼。那是你想象，迄个咧想话啦。苦难一定会对来，啥来？要我你更完美啊，或者更成长。我较早咧做教授的时候，咧科学啊，学生讲诶，这个考试，我考试要你更成长。我若无考试，你我袂进步。啊，一个学生叫我要做41分，无过，重修，你搞没了。我说老师你太严格了。我讲我若不严格，你不会更完美、更完全。上帝创造你吼，你甲伊无共，他是创造者，你是被造者。被造者无可能甲上帝同款完全。可是上帝毋茫讲你甲伊一样的完全啊！你要成为完全的人，像我一样的完全。
是安怎？要经过苦难啊，要测试啊，你们在进步，你们在更完美，要进入更完美，要经过苦难。所以上帝因带每一个人无同，每个人带领不同。有的人苦难是事业的苦难，有的人苦难是婚姻的苦难，有的人是经济的苦难，每一个人无同。总是这个苦难是上帝要给你试验你，会当坚持到底得胜了。得胜者的团体就是得胜了，你会当得胜这个苦难未？这上帝的眼中看，伊甲你同在，伊会保守你。好，你会经过这苦难，更较成长，更较得胜，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进入永远的生命，然后你跟上帝同在。来，简单，下面呢，就来好。所以重点就这啦。明白上帝的心意，将你的心归给伊。你要明白上帝的心意，你更认识他。上帝讲，你就爱你的目睭咯，爱欢喜我的道路。你啥物道路？上帝降临2项代志，互你哦。伊的道路有2项，头一项，耶稣基督降临伫你的中间，伊就是你的标准。你的生命爱甲伊符，与所蒙的招相配相符。所以你的行为、你的言行代表伊啊，以耶稣基督的标准做标准。第2项，上帝话啊，耶稣讲，我讲出来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讲出来的话都听无哩，我看。无啊！你因为你甲伊的灵无接着，所以你永远袂知。我的学生真甲讲，老师，我读圣经很用功，我真认真哦。可是我拢啥无，看也无，真好困啊。一个看哦，我就歹困。就是因为你的灵没有打开啊，你看不到的，所以他的灵没办法进入。圣灵没办法进入，没办法，无法度引带你来明白上帝话啊。上帝话就亮光啊！你看了以后才知影讲，你头前的路要安怎行。所以要将你的心归给伊，你的目睭就爱欢喜伊的路，伊的路啥？耶稣基督。第2个伊的话啦，这算要紧咯。你们讲圣经咧歹读，所以莫看，看电影较看电视较重要，读圣经较无重要。我若见看就爱困，不是哦，拄啊倒反哦。你要读圣经较要紧，看电视哦，浪费你的生命啦。你生命你经过啊，你看迄个未进步，看什么韩剧，迄个无进步啦。上帝话上要紧，你要知影你的路，安尼。来下一个，时间到了吼，阿未吼，来，这个对应性原则就讲吼，你今仔日接受耶稣基督的道理了以后吼，你有一个对应性原则，你的生命中间有不义也无？你知影这耶稣基督圣洁、公义、良善。性格公义甲良善你的生命就无合，所以对应性原则就讲，你爱悔改啊！你甲伊无符合的所迄个生命吼，爱改变。新造的人吼，咪讲吼，我安尼修道理安尼，读个《论语》《孟子》我就晓，毋是生命换生，生命换生，伊的生命爱进入你的内面啦，伊来甲你改变你，毋是你家己改变，你无才了改变，定来要讲我要改变家己，哪有可能？你的本性就是败坏，你要怎改变？所以耶稣的生命进入你的内面，你才有法改变。第3，基督的心最深，伊最标准。上帝说，不是耶稣基督爱欢喜的，你就爱欢喜。有一个学生甲我问啊，对，你受洗礼时阵，我个考试甲问啊，耶稣耶稣基督有万分人啊无？有万分啊无？有没有仇恨？有没有恨啊？耶稣基督会不会恨？你讲没有，耶稣基督绝对善良。我讲你不要忘了，耶稣基督所恨的是罪恶。耶稣基督万分的是罪恶啦，伊无爱的罪恶啊，这是他所恨的。伊所恨的，伊所无爱，你都唔通做。他不要你远离罪恶。他欢喜，伊欢喜的啥？正直、公义、良善你就爱安尼做。所以他是伊欢喜的，你就爱欢喜；伊所无爱，你就无爱。所以这是要紧来哈。第3呢，在肉身中显明的信心，这什么话？这个意思是讲吼，这个信吼是奇妙哦。这个信吼，看到你个未看到的物件，信是你看见那未见的事哦，是所信的实底啊，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意思是啥？就讲迄个看未到的灵界物件吼，你看会到。十字架顶端的强盗，伊会当看到耶稣基督是天国的王，伊哪会知？耶稣基督明明在隔壁定伫遐，伊哪会知？灵的开是因为信，伊拍会开啊。
你若灵无拍开，是因为你信无够，所以安尼，我信不足，求主赦免。那个我这真要紧。这个信还有3层次，我就嘛无时间跟你讲最高的层次，就讲自始终心都没有当，没有当，这才是信。所以信心要在肉体中建立，这算意思。你若一个死肉体若一个消灭你无机会死，无机会忙啊，没有盼望。所以在肉体中该悔改的就悔改。顶个有一个长老要过身啊，伊讲恁这小会员我说来我讲个名啊，来讲祝福一下，伊要去啊，一路好走，就叫阮去啊。伊目睭拢没物件，安尼。落尾因某甲我讲，长老娘讲，他犯的罪太多了，没办法离开哦。上帝无法接啊，安尼。所以我甲祈祷，祈祷了以后，心就平静，目睭就明起，安尼好去啊，对啊。所以啥？伫肉体以外的中间，要赶紧认罪啊，这真重要。肉体若过去你的心，你无法度看到那永恒的东西啊。所以肉体完了真重要啊。我们这个宝贝在瓦器里啊，要显明这莫大能力不是出于自己，而出于上帝。意思是讲啥？你的灵魂伫内面这灵魂有清气无清气，是你肉体的表现。你肉体以外的时阵，这灵魂要赶紧清气。每一日就爱认罪。每一天都把罪对付掉，安尼才清气。所以在肉身中显明你的信心，这话你真要紧因为你的时间有限这个时间有限，你得把握这个时间，每一日伫上帝面前爱负责。我昨若做唔对的，我讲唔对的话我赶紧忏悔爱认罪，安尼你灵魂才清气。好，来我们再看一个结论我进来一下，来结论爱尽力保守信心所属合一的心。上帝已经跟你讲，你的心要归服我。这个全世界头一个人知影这个道理是啥？大卫王啊，大卫王伫诗篇23篇就讲上帝甲你不是伊是我的牧者，我无欠亏。落尾来讲你甲我同在，我经过死荫的山谷，我无要惊，因为你甲我同在，合一的灵，这完了真要紧。伊头一个知影这个道理，所以写伫圣经诗篇内面，神人同在，这真要紧，合一的。对啊，因为你伫这个世间你若真正甲上帝同在安尼耶稣基督会放伊的模样伫你的生命中就显明出来。伊讲凡事要谦逊，耶稣基督世人，伊的生命都是谦逊。耶稣基督无一个兵，无一个尊，就从罗马政府遐大的政府，遐尼伟大的，都甲推翻掉，是安怎呢？耶稣基督用爱来解除。第二个温柔，耶稣基督互拍嘛忍耐，要互定伊嘛甘愿，伊袂安逃走，袂就温柔，顺服上帝旨意。第三吞忍，咱人上大的缺点就是袂晓吞忍啦。人讲一句话就砰砰砰跳起来啦，就发作啊啦，随肉体的情欲，你绝对失败啊，无法度收拾。我办真侪案件拢是安尼，人家讲一句话伊就无爱听，就甲喷等去，结果妨碍名誉向过安尼。这要吞忍要紧啦。第三，用爱心互相宽容，用爱的宽容。有一个神父伊就收留一个乞丐，乞丐就住伫因厝的啊。迄个乞丐要走的时候，讲这个银的烛台才有价值所以甲头走，就摕去摕去了，叫警察杀掉讲你这金台，这个银烛遮尔贵重的较有。伊讲迄个神父送互我的，叫个警察个掠去神父遐，问伊讲，这个烛台是你对遮偷摕的，还是讲你送互伊的？迄神父讲啦，我送互伊的啦，宽容。结果迄个人落尾变好人，帮助人，落尾选市长，这就悲惨世界内面的法国的迄小说内面，做电影，迄真正事实，因会大改变救这个人。是因为伊爱心互相宽容。第四用和平彼此联络，这啥意思？就讲人甲人中间定定隔膜呢，思想也无共，做法也无共，干那翁某嘛安尼，总是耶稣基督的性就是爱和平啦，找出一个共同点，大家互相彼此和平相联络，就是安尼，彼此原谅，彼此扶持，安尼你才会平安啦。莫讲遐大理论。这重点啦，好来最后一个，那下个困难，来
啥物个？咱有同一个心志，什么心志呢？将这福音要赶紧传出去，啊，尽力传。是安怎呢？伫伊活的时阵哦，伊灵魂甲抢救转来啊！这传福音，这今仔得胜者吼，讲啊，你袂使你传道理，啊，袂要紧啦，生命教育嘛是共款啦，将道理也传出去啊。上帝的道理是咱的自然真，这吼上要紧的。所以按伫爱活的中间，啊，赶紧甲救转来，伊才有灵魂才会当得救。所以这是真要紧啊！救灵魂的套路，就是咱来做的。毋莫讲咱大家吼，毋好听的我刷去，讲今日行了讲的吼，拢是恁兜的代志，无甲你的关系啊。你有一个使命，大使命，什么大使命？啊，将这福音爱甲讲，好消息爱报报，安尼吼，人的灵魂得救，较袂落伫这个黑暗中，伫这死的山谷内面，啊，甲你救倒转来，这是咱的头路，咱来做。毋莫讲咱大家吼，今日听，啊，这吼完了简单啊，总是内面了有真多咧。我会慢慢写互恁大家看，这真重要的信息，这是宇宙中上重要的。你的心爱归乎上帝啊，安尼你生命才有价值，啊，才有转变。安尼，毋是归乎你家己啊，归乎上帝。因为你是伊创造的，伊才会当改变你。啊，咱下头来研究。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通过你圣经中的启示，互我明白你的心意，互我明白你，也跟对你。你将耶稣基督上诉互阮。会真做阮的榜样，阮的模样，阮的一世人，那么跟对伊的脚脚来做，来得到你的欢喜，求你赦免阮，啊，将这个永远的话上诉阮，阮来突破这个时间甲空间的限制，互阮会当活伫主你的面前，甲你同在。感谢主，求你的祝福阮今日所听的，也保守阮会当行出来，毋是干那空空，那是有真多饱饱满满。感谢主，求你祝福阮今日，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主。昨着国长老讲，咱爱将心献予上帝。弟兄家虽然袂当来传福音，伫咧校园内底袂当传福音，袂当用嘴讲，总是阮是用性命来影响性命，用真理、用听来进入校园来关怀咱所有接触的每一个学生。只是我要请咱的志工。苏怡玲姐妹吼来分享，伊伫咧参与即个事工的时，伊的分享。麻烦弟兄姐妹自动切换到国语频道，谢谢。感谢主，有幸参与得胜者事工的服事。虽然说看起来像是我们去服事。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享受被服侍，还有得到益处和造就最多的。怎么说呢？我刚开始参与得胜者服侍的时候，上课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不知所措。最怕的就是上课的时候没有拿捏好时间，或是该说的没有说，超过时间等等。各式各样的问题，每一次上课前总是祷告啊，主耶稣不要让这个状况发生，这个状况发生哦，求主耶稣帮我们挪去。记得在第一堂课我去学校的时候，我前面呢坐的是一个长得一个很漂亮的小女生，她绑着一个马尾，她的两鬓是平头，非常时髦。然后她就这样一直看着我，抖着脚。我就想说，哇，主耶稣，感谢你让我第一次上课就吃大餐了，所以不由得我这汗流浃背。我就想说，好，没关系，我们还是要继续。上课秩序呢也是很热闹，我们每一次最怕的就是我们一开始先玩游戏，那玩好游戏常常拉不回来，因为同学还沉浸在那个游戏的气氛当中。然后我在台上讲，他就在台下讲，然后一直重复。我们德胜老师很会深呼吸，安静哦，我们要上课哦，哈，对，我们都是必须这么做。然后呢，有的同学就很不耐烦跟我说，老师陈述也很吵。然后我就说好，要上课喽。然后另外一个同学说，老师穆桂英一直闹我。我们还是这样子，对不对？然后我就想到说，我应该可以骂他们吧，因为我是老师。但是呢，我去学校教的是什么？情绪管理。我就想说，好，深呼吸。但是我又有一个想法出现哦，我就想说，没关系，我等一下去找宝珠导师，我要跟他告状。我要告什么状？刚才玩游戏的时候，因为我们玩游戏会跑嘛，
尤祥林同学和吴富仁同学拿着扫把跟拖把对峙，哎，老师。可是我想说，哎，我们下学期要去教什么？问题处理。那我可以这么做吗？不行。所以呢，还是一样深呼吸。那这样子，接下来一堂一堂一堂的，我们每一次上课真的是胆战心惊，每一次祷告不要发生的事，都在课堂上发生了。感谢主，这是我们的学习。就这样一路一路走来，每一次结束后跟同工的分享，那我们每一位同工都挖空心思，要吸引小孩的眼球，要怎么样让秩序更好，要怎么样让孩子听到、领受、享受最多。一直到学期结束结业的时候，我猜应该是每个同工最开心的哦，终于结业了。他结业式之后，这一位小女生，她就跑出来，我们下课之后，她竟然抓着我的手，跟我说：“老师，那结业了，我下学期还会看到你吗？”我觉得这就是得胜者老师要的。我心里真的是无限多个感谢主、赞美主。这是我在得胜者的学习。我想请问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觉得我们是去服侍还是被服侍呢？谢谢，感谢苏依林姐妹带咱入去校园，有一种临场感。我唔知道你有迄种临场感，你的脑袋中听伊分享的是，你是毋是伫咧好像置身伫咧迄个教室的内底？我嘛教过一种学生哦，我入去的时，伊两只脚是放伫咧桌顶，伊的桌上，吼，迄班是原来真差。吼，我想我无要阁分享介济，毋过得胜者除了校园以外呢，即马得胜者阁有啥物款的事工？我请桃园办公室黄冠廷主任来甲咱做事工的报告。帮我换一下 PPT 啊，长老还有各位兄姐，大家平安。我想刚才那个我们的苏依林苏姐妹苏老师，应该经过学生的考核过关，所以学生才会去找他，牵着他的手，对吗？我想借各位的手，我们给前面的得胜志工老师一个掌声，好不好？青少年是最不容易带的阶段，我自己也有2个儿子，从小哇把妈妈当作是公主，现在呢是慈禧太后，我都认为我是慈禧太后。怎么说呢？回到家的青少年，你问他什么？吃饱了没？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好玩吗？你今天考得怎么样？还好。各位，你也俩讲哦。我相信所有的家长听到这样，应该都会对不对？但是求神也帮助我们，怎么样在这样时代的孩子里面，我们陪伴跟关心，不是只有走1里路而已。所以我今天要简单跟各位分享是，得胜者，我们不单单要守住校园，我们还踏足到进入到社区。在过去里面，各位的印象是得胜者在校园里，对吗？那请问在校园里有没有我们除了撒种，请问有没有收割？我想这是所有弟兄姐妹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是做了那么久有没有收割？现在我们很习惯是什么？一有问题我们就拿起手机 Google 一查，所有的东西资讯就来了。我想要找哪个餐厅好吃 ，Google 就找得到。我想要查什么作业，包括所有的新闻，一查这个人，全部很多东西就出来了。但是我想请问各位弟兄姐妹的是，生命的历程、孩子的成长，有办法用 Google 马上查，马上就嘣就变大吗？我想生命的历程就像神，就像耶稣看我们一样，我们都是不可爱，甚至有时候是悖逆的。但是神给我们不断的给我们机会。得胜者在过去28年以来，我们接触了300万的孩子，而各位就是前面的志工老师，甚至还有很多的 PK 老师，我相信你们也参与在其中。300万的孩子多不多？多。这300万的孩子里面，有很多的孩子也因为志工老师的进到校园真理这样的扎根，他成为他们家的第1代的基督徒，有没有影响力？有。甚至有些是在乡下撒种的，在都市收割；有的是在都市撒种的，在乡下收割。甚至有些人成为牧者。这些的故事不计其数，很多而又多。不管你是撒种还是收割，我想在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我们都是怎么样一同享受这样子的欢乐，对吧？各位，你传福音吗？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传福音？
我想校园也是我们一个机会。除了校园，还有没有别的？有。我栽种，亚波罗浇灌，神怎么样？我有神教它生长。这个是福丰国中，也就是教会所认领的学校。有一个孩子传讯息给他的老师说：“老师，我是8年14班的孩子，我受洗，我是要在北大行道会聚会，我受洗了。原来我在学生的时候，我早就跟神有接触过。各位，是不是撒种？是不是收割？很多时候我们都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孩子会进到教会。各位别忘了。”我们要把目光定睛在神的国度里面，就像今天长老所分享的，我们的心，我们要把心交给神。当我们把心交给神之后呢，当我们依靠神之后，我们怎么样把这样的好福音传在孩子面前？你跟他说：“来，你来信耶稣。”孩子会信吗？就像你在校园里面跟他说：“来信释迦牟尼。”孩子会信吗？不会。唯有用生命去影响生命，孩子才会转变。这个孩子信主了，而且在北大行道会。各位。虽然是桃园长老教会撒的种，虽然收割的是北大行道会，有差吗？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差，因为我们要的就是更多的人一起得着那福音的好处，是吗？那再来，不单单是学生得着这好处，甚至有老师，他是慕道友，他也因为志工老师们的进去，他也成为了慕道友。各位，这样的荣耀归给谁？归给所有一起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所以我邀请各位，我们一起来为神的国度来努力。生命的养成不是一天就可以造成的，信仰的陪伴也是需要。你愿意为这些的孩子，甚至为他的家庭多走1里路、2里路吗？谈何容易？很简单吗？不简单，要花时间、花精力。但求神帮助我们，也怜悯我们的不足，让我们一起来努力。那这是神给得胜者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给得胜者的2段经文。第一个是上去得地为业，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单单踏足在校园里，我们也要踏足到社区。只要有青少年的地方，就有得胜者。而得胜者跟众教会一起合作，为的就是在神国里面，我们去带出更多影响这世代的孩子。唯有真理才可以改变一个人，是吗？相信吗？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相信，可是在行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好像会怎么样？力不从心。求神重新的怜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跟他的爱缘连接上关系。越是不可爱的孩子，我们越是要知道他都是精兵。之前有一个孩子闹到不行，后来最后结业式了，他有点像怡丁姐妹刚刚分享的，孩子走到旁边去说：“老师，谢谢你。原来你看我的眼光真的不一样。”各位，一个孩子要的是什么？刚才主的长老有说，打骂只会让他跟你更对立，唯有爱跟陪伴，爱跟陪伴会带出影响力。你是否愿意多爱他一点？讲很容易，陪伴也很容易，到底怎么样陪，怎么样埋下去？马偕博士在台湾有没有埋进去？有。他创立了很多很多的教会，造成那么多人的信主，甚至那么多的教会去影响更多。也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行动的教会，让我们进到校园或社区都能够成为祝福。得胜者不单单在校园，我们也进入到社区。我们为的就希望说，把课程把它变客制化的进到教会里面去，甚至进到社区里面去，帮助更多的青少年。所以我们的全品学院，我们有服务的对象是从小5到国中，还有高中就是轻就案，以及还有就是成人，就是关心青少年的这些关键者，这些都是我们愿意所服务的对象。那我们的课程，我想我就简单的带过哦，就是我们针对青少年的部分，我们有哪些的营队、客制化还有创意。我们相信神赏赐在我们周围的孩子，不单单只有福丰，不单单只有建国。我相信在我们周围社区都是我们的机会，甚至弟兄姐妹的孩子都是我们所关心陪伴的机会。求神让我们有创意的来帮助这些孩子，甚至在社区里面，我们也启动了很多的亲救案。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要遇到大学生要毕业的时候要找工作，我们会怎么说？我为你祷告，对吧？但是祷告完之后，我们可不可以再多一点的行动？我们怎么样陪伴他？所以我们也设定了青年就业的方案，帮助学生很完整怎么样找工作，怎么样学履历，帮助这些孩子建立他的自信。这是得胜者我们现在在做的。我也邀请更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为这些孩子努力。再来，我们也针对大人的部分设计成人情绪课程，就像刚才依林老师说的，他非常有气质、优雅的跟这些学生互动。但是有多少的家长，孩子在问卷上写说，最需要上课的情绪管理的课是我爸爸妈妈。所以各位，
从早上起床开始，我们是不是很多的负向话语面对自己的孩子跟家庭？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不是只是嘴巴说，我们真的带出那样的行动，学习耶稣的样式，怎么样去爱那些的孩子，甚至爱那些的邻舍。那接下来得胜者也跟了6个教会深度的合作，在这照片里面是我们合作的一个照片，有一个孩子，就是最下面有一个志工老师穿蓝 T， 拿一个小白板，我念给各位听哦。那张上面孩子写了一个不可玩女人，好不好笑？好笑，对不对？一个小小的男生写不可玩女人，怎么会这样？原来当你去了解一个孩子行为背后，你才知道，这个孩子是单亲，他跟着爸爸，爸爸跟叔叔是这样子不断的换女朋友，所以让这孩子就本来是习以为常的。这个孩子不是基督徒，因为教会，因为社区的事工，他进到教会陪伴。现在这个孩子本来是满口脏话，你跟他讲什么就是3个字、4个字、2个字都有。可是让这个孩子改变了。各位，改变需不需要有花时间跟代价？需要。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怎么样来关心更多在我们就在地的这些社区的这些。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我有神教他生长一样。得胜者栽种了，教会浇灌了，就像你们刚刚看到的8年义4班的孩子受洗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案例。等候神教他生长，求神帮助我们目光定睛在神的国度上面。那教会可以在为这事工做什么呢？第一个，我也邀请各位祷告不间断。得胜者的事工是从祷告开始，邀请各位为孩子、为教会所认领的学校祷告。第二个，也邀请你成为我们的志工老师。第三个，也邀请你们可以为协会的事工来奉献，因为协会的事工其实面对不单单校园，还有社区的事工，我们邀请更多人一起来参与。如果你有感动，在你的周报内有奉献袋，可以邀请你可以为协会的事工来做支持。那这是我们的训练会，我们在111至1学期，我们也开办了很多的训练会，为的就是不单单进到校园里面去，我们也希望把课程引进到教会，关心教会的少气、主日学的孩子，所以鼓励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培训。这是协会在111学年，我们就是8月到12月，我们的经费仍然需要80万，所以也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如果神感动你，也邀请你可以为这样的事工来支持。我们在去年接触了将近3400位的孩子哦。那你们的捐款，我们都运用在孩子甚至社区的事工上面，甚至发展课程、营队上面，为的就是让教会不要再重新花时间再重新的研拟或是研发。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教育是最好的一个投资。其实讲是投资，实际上是我们真的是用创意、百般的智慧创意，为的就是希望能够让众教会能够进到校园，能够来得着这世代的孩子。求神帮助我们，也谢谢各位，谢谢。感谢主，咱享受上帝的恩典，盼望咱所享受的恩典，也会当通过得胜者的事工，会当来祝福这世代的青少年。咱三甲来吟圣诗315首，315首。请起立，咱来吟全首。天父恩典真正大，来请。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地引带，无论风雨也变质，伊拢地做伴。咱着小声伊的恩，日日应有出，好在。烦恼变好奇，一定较严重，予人
阮电拢无煞，开咱的心怀，平安好天有这呢大，咱着路开声吟诗，好天地拢总相甲欢喜。请坐。这是咱来奉献，请穆桂英甲苏依玲两位执事。这时，咱来报告进前，咱三甲来读咱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届，咱兄弟来读两届。我的囝着将你的心献予我，你的目睭也着欢喜我遮的路。箴言23章26节，请。着将你的心献予我，你的目睭也着欢喜我遮的路。箴言23章26节，我的囝着将你的心献予我，你的目睭也着欢喜我遮的路。箴言23章26节，这是我来报告。周报的第1页、第2页，是有各场的迄个聚会、团契聚会、主日学的聚会时间、上课的时间，以及逐小组的聚会的时间。你若是也未参与小组，你会当选择你会使你的时间来参与每一个小组吼。那奉献的明细，若是有订单，请找迄个特首的中执。咱来看周报第3页。今仔日是得胜者主日，请得胜者的老师同工。今仔日已经服侍了吼，第2场礼拜还阁有一场，那礼拜了，请得胜者的同工会当来留步，因为要进行会长的改选。第2点，双年团契会长改选是伫咧今仔日上午11点半伫咧701教室来举行。请迄个所有的成员来出席。第3点，妇女甲
夫妇团契的会长改选，伫咧下晡1点，伫咧705的教室来，请所有的客友拢会当来出席。咱今仔日牧师去龟山长老教会来主持圣礼典，而且伊伫咧礼拜要礼拜后召开龟山教会小会以及中聚会，请来为伊代祷。下主日来预告，行政部伫咧后礼拜的12点半，伫咧6楼办公室要召开，请部员来出席。教会的消息，长老的候选人的名单咱请家己来参考，我就无要搁另外来一一来念吼。第2点，2022年到2023年团契会长改选的时间甲地点已经拢公告，请各团契按照这个时间来进行。第3点，小组野外礼拜申请的流程，请咱家己来参阅。那你若有任何问题，请甲办公室来联络。第4点，咱要开迄个线上的受洗班、洗礼班，请若要洗礼的兄弟，请去办公室来报名。第5点，教会咱已经有分8区，所有的65岁以上8月份的生日的长者，请各区的区长去向干事，咱的财务干事、市秀莲干事来领来关怀伊。咱具体的消息是本会譬如柯中勇，伊就是柯中勇长老的查某囝，伫咧8月2号安孝主怀，已经伫咧8月8号举行告别礼拜。这咱继续来关心柯长老。因年老来失去这个大汉查某囝，心内一定真疼。伊留一个后生，我想这个家庭需要咱特别搁甲来守望。第2点，本会林志英的大家别墅已经要伫咧8月19号，伫咧上午8点50，伫咧因的厝底咧大园遐来举行告别式，请咱关心来代祷。教界消息，新竹中系上年部秋季灵修的旅游，伫咧时间是伫咧8月22号到8月24号。所有的详细，请咱会当来家己来参考。你若要报名，请向好像简秀柱执事，是不是？是向简秀柱执事来报名。2022年桃园的平安庆月关怀弱社公益的音乐会，伫咧8月28日下午的2点，要伫咧中立艺术馆遐来举行，请若要参加的会友会当去去办公室来领取迄个免费的迄个索票中集同工的教会干模灵修旅游一个9月1号到2号，咱若有详细情形会当请简成长老。代祷的事项我想咱家己看，那有朱地长老，你有要特别报告？拄则师会去读这个教界消息了以后有3项代志特别需要大家来关心头一项就是得胜者做一代工作，得胜者有请你站起来，大家甲拍一下扑因的工作非常重要，非常的辛苦啦因为做老师的教这囡仔，清楚教这囡仔呢无简单要改变因的生命除了上帝话以外无别个所以因都费真侪心血伫遐咧甲因的作业甲因的交陪。这是真侪时间真侪精神，咱为因来鼓励、关心嘛嘛需要为因来奉献，因为真侪事工拢爱经费，若要做好无钱要做啥所以要为因来经费来奉献来关心。第2项代志就是咱即马小会已经开票了以后有选票，有推荐特别优秀的这几位啦，长老2个执事位、财务位咱为因来祈祷，望上帝来竞选合伊心意的人。继续带咱教会，互咱教会更加兴旺，
搁较发展传福音啦吼。所以这我啦也需要关心啊。第三项关心就具体的消息，拄则咱的书会嘛有讲啦，科长了查某囝吼安尼，咱唔甘啦，总是过心去吼，那么艰苦，总是咱来关心遮个家属，继续来关心为因祈祷啦吼。至因的大家嘛过身8月19吼要告别式，咱嘛是继续关心安慰遮遗族吼，以上啦。即摆我来介绍新来的，但这嘛毋新来，咱较早的圣歌队的指挥啦吼，久久无转来，即想欢迎因倒转来。这吼调养长老伊的查某囝，第二个查某囝吼慈恩啦，慈恩甲伊的查某囝啦吼，这林胜安啦吼，欢迎恁倒转来哈，欢迎咱查某囝遐大汉啊呢，然后遮紧啦吼，遮大汉啊，真欢迎你，上帝祝福恁平安吼，以上啊，这无介绍到的有新来的嘛无啊？无啦吼，家己为了家己来拍一扑啊呢哈。疫情遮严重吼，咱下到来圣殿来敬拜服师主啦吼，愿望上帝来赐恁大家平安。三甲来吟上吟388首，388首。请咱起立来吟上吟388首。上吟煞咱来请组织长老来祝祷。因更归心被上帝，因更心行信息，三位一体，早地地，现在地地，将来也永远地地，我将母亲。三个爱头来祈祷，慈悲疼人的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呼召阮来到你圣殿伫这所在敬拜服侍你。通过你伫圣经中的启示，阮了解阮一世人所做一切，若无将这个心归互你，阮所做拢是空空。求主你帮助阮了解这个教示，一世人拢跟对你，耶稣的心做心，互阮每一日拢思念你的话。阮所做一切，让你的话语中间，求主来引带祝福阮大家，更较有智慧，更较有气力来行这世间的道路。愿天父上帝听叹，圣囝耶稣基督恩典，圣神的相通，甲阮众兄弟姊妹三个对这时到因世代无尽。阿门。请坐，殿到庙岛。咱来互相来行平安嘞，互相来祝福，讲靠主耶稣，你会当得胜。